验证咯，啥物时阵会当甲喙罨摕掉咧？指挥官王必胜讲，上紧11月底。想问一下，那个口罩第一阶段，先前有说11月有可能会实施，但现在已经11月中了。那目前推估有可能在11月还是会照常实施吗？还是说会延后呢？我想最快应该是11月底吧，最快了。指挥中心讲，喙罨袂当做一届全部来解禁，会依照着3阶段来进行。第一阶段开放户外活动唔免来挂喙罨，除非演唱会、选举造势等等大型的活动才爱来挂。刷落去嘛会列出着第二阶段爱挂喙罨的场合，了后才会进行到第3阶段全面来解放。指挥中心讲，这个挂喙罨是重要的防疫政策，讨白的时机爱真谨慎来考虑。